好，大家好啦！我今日要匯報嘅內容就係呢個孟子嘅四端之心。咁我以下就會探討下呢個學説到底點樣去沿用喺現今嘅社會之中啦。咁我首先咧就會咧解釋一下普世價值嘅定義。咁之後我就會思考將呢個思想如何喺我哋日常生活之中去實踐啦，而且喺實踐過程所作出嘅一啲調整同埋轉化內容嘅。咁好啦，普世價值嘅定義咧，其實就係人類普遍認可嘅共同價值觀啦。咁第一種咧，其實就係大家一齊發現嘅一啲嘅普世價值，而第二種咧就係大家都共同相信嘅普世價值啦，即係就係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嘅一啲嘅觀念啊，或者一啲由前人所提出嘅觀點咁樣樣啦。咁而好明顯咧，孟子所提出嘅四端學説咧就係第二種啦，就係俾古代人同埋當代人都共同相信嘅共同價值啦。所以我哋先至會傳承至今啦，甚至我哋都會再傳承去下一代。好，咁以下咧就係四端學説嘅一個簡介啦。咁咧其實分別咧就係對應住呢個惻隱之心、羞恥之心同埋辭讓之心同埋是非之心嘅。咁分別就係仁義禮智嘅源頭啦。咁因此呢四個源頭咧亦都會係四端對應住稱為四端啦。咁咧同埋咧佢咧就被孟子去認為咧，其實佢就好似人類嘅四肢咁樣樣，係與生俱來，即係人係一出世就應該會擁有啦。係啦，咁好啦，咁我就想講一講下點樣將呢個四端之心沿用喺我哋而家日常生活之中啦。咁首先喺現今法治社會咧，其實人類咧係受到呢個司法制度所約束嘅，所以咧就認為咧可以透過法律作為手段啦，將學術思想喺現實之中去實踐啦。咁有鑑於現時個人主義其實係日漸盛行啦，好多人都會將自身利益咧放喺一啲傳統價值觀，凌駕於一啲傳統價值觀之上啦，即係嗰啲咩尊老愛幼嗰啲嘅傳統思想，其實已經逐漸被淡忘嘅跡象啦。有咁，所以咧我就想咧制定一條法律，就係強制去讓座俾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士啦，就已經要由呢個義務性質咧改為呢個強制嘅性質啦。咁應該就要強制規定關愛座咧，只有符合以下條件嘅持份者先可以用，例如就係60歲以上嘅金齡長者啦，同埋孕婦啦、婦人啦、7歲以下嘅小童啦，同埋呢個殘疾人士，咁先至可以使用呢個嘅關愛座位啦。即係所有一律濫用嘅，而且係即係濫用關愛座位嘅人，其實應該都要罰款啦，同埋要即時去讓座俾有呢以上嘅持份者啦。因為其實咧對應翻孟子所提出嘅四端之心，即係咧其實咧而家好多人咧都會去覺得關愛座冇人坐，自己都可以坐啦，自己都係地鐵站，即係自己都係地鐵使用者之一，即係都絕對有權去坐啦。覺得咁，但係其實係唔啱嘅，即係根據住孟子嘅學説啦。即係首先惻隱之心先，當你見到上述嘅持份者，其實我所提及嘅持份者，佢哋全部都係好有需要去坐，或者係佢哋嘅體力都係較一般人去低啦。咁而你見到佢哋咁辛苦咁樣企喺度，你都唔讓座俾佢哋，其實違背咗惻隱之心啦，同埋呢個羞恥之心。即係你見到一啲譬如長者，一啲輩份比你大嘅人，佢哋要企喺度，你而安心咁坐喺度，你亦都係冇呢個羞愧嘅心啦。同埋辭讓之心，你亦都應該係要禮讓俾一啲有需要嘅人，咁去用一啲佢哋更加適用嘅一啲嘅措施啦，一啲嘅設施。咁而同埋最後嘅是非之心，你濫用咗人哋應該要使用嘅設施咧，其實你都係侵犯咗人哋權益啦，所以都係違背咗呢個是非之心嘅。
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呢個措施係應該要強制性咁樣去實行啦。佢規定一律濫用關愛座位，非上述持份者嘅亦都會罰款啦，同埋要即刻讓翻座俾上述嘅持份者。咁今次就係我嘅匯報內容啦，係多謝晒。